好了，回去了。今天晚上吃什么？你想吃什么？我想吃炸鸡腿。好，给你买。喂，谭总，保险公司的张律师到了，你在吗？我知道了，一会儿吧。谭总，您觉得怎么样？这个险种的投保额太低了，致使受益人的保障也有限，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推荐啊？谭总，如果您觉得投保额低呢，我们这里有一款专门针对您说的这个年龄段的儿童的一种高额的保险服务，只是它的投保额会稍稍高一些。有多高啊？您看啊，如果您一次性投保500万的话，那么从明年开始，受益人每个月就能领到相当可观的生活费，而且是终身享受的。你能保证受益人是终身受益？这一点请谭总放心，我们是有专人进行跟踪服务的。很多父母呢，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安稳的未来，都会选择这种保险。就要这个了，替我尽快整理好，谢谢。好的，谭总，我办好了给您打电话。再见。再见。王董，不好意思打扰了。王总，有份文件需要您签字。谢谢。少宇，怎么，有什么心事吗？没有，在想工作上的事情。哦，你最近工作很上心啊。应该的嘛，以后我会把我所有的心思都放到工作上，不让你失望。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工作上有什么要求，尽管跟妈说，妈一定全力支持你。妈，既然说到这儿了，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哦，什么事儿啊？能不能把公司30%的股权先分割给我？为什么这么急着要划分股权呢？将来这公司不都是你的了？我想在公司上市之前，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这样上市也容易一些。哦，原来是这样，我自然没意见。公司能上市也是我多年的愿望，这些事儿就都由你负责吧，该办什么手续就去办，你做决定就好了。谢谢妈。还有，明天能不能先给我的账上花个500万啊？因为最近我看好了一个很好的风投项目，我也想参与一下。行啊，一会儿你把投资项目拿给我看看，如果没问题的话，明天就打你账上。好。风险投资现在是挺热门的，我们也的确应该参与一下。风险投资可是有风险的哦，你要小心哦。少宇啊，工作热情当然是越高越好，但是千万要注意休息啊，别把身体弄垮了。我会注意的。
来，张律师，来这边坐。最近都还好吧？还好，气色不错。今天我找你来呢，是想让你帮我拟一份遗嘱。遗嘱？好好的为什么要立遗嘱呀？最近我脑部检查出来有一个恶性的胶质瘤，我估计剩下的日子可能不多了。恶性胶质瘤？那医生怎么说？可以做手术，但是成功率不是很高，即便成功的话，也有可能瘫痪。那王董知道这件事了吗？我还没有告诉我的母亲，我怕她受不了这个打击。谭总，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我想一定会有办法的。张律师，这件事情呢，暂且先不要让我的母亲知道，而遗嘱的受益人是谁，到时候我会告诉你。好，尽快替我办好就好。好，那我先走了。依然，梅兰妮姐姐什么时候回来呀？乖，去看动画片吧。少宇帅哥什么时候回来啊？依莲，从现在开始，我们做一个游戏好吗？是不是要玩以后再也不能提少宇帅哥和梅兰妮姐姐的游戏啊？不对，我们要做一个让大家都开心的游戏，就是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分每一秒，你做的事情都要让这个家充满快乐，好吗？好，我会听话的。我想让你快乐，也想让天乐快乐。依莲长大了，懂事了。我想跟这些小朋友玩一会儿。一会儿吧，那去吧。玩一会儿就上来啊。行。注意安全。小心小心！姐姐帮你们玩好不好？来，姐姐帮你们玩。坐上去，来坐上去。好玩吧？来啊！少宇帅哥，我早就发现你在盯着我看了。怎么样，还是我厉害吧？是，依莲最厉害了，每次我都赢不了你。少宇帅哥，你什么时候走的？你怎么走了都不跟我们说一声啊？我都快想死你了。我上次有急事要去处理，没来得及跟你们说，对不起啊。我也好想你们。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还要听你给我讲小王子的故事呢。还要再过一段时间，等我回来就给你讲故事。你知道吗？天乐还有依然都在家里等你呢。我们去找他们吧。来，走。现在还不行，
为什么？因为我要急着赶回到上回给你讲的小王子的那个星球上去，有事情要办，来不及见他们的。是吗？嗯，少羽帅哥骗人。其实那都是书上说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小王子的星球。当然有小王子的星球了，这星球上有特别好吃的东西，还有好玩的，住的也特别舒服。等我下回回来就带你去玩，好不好？真的？真的，不许骗人。不骗人。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骗，持平就是小狗。盖章。盖章不做小狗啊！我不在的日子，你要乖乖听话啊。我会听话的。还有，我今天来看你，不许告诉别人。为什么不能跟他说？我想给他们个惊喜。我想下回我回来的时候，带着你们3个，天乐、依然、你，再回到小王子的星球上去玩。你如果告诉他们的话，不就没惊喜了吗？那好吧。你放心，我不告诉他们。真好。但是少羽帅哥，如果你到了小王子的星球，我想你了怎么办啊？我能不能给你通电话？行，那我告诉你个号码。怎么样？有没有记住啊？记住了。就你聪明，但记住了不许告诉别人。告诉别人的话，我不再回来喽。那我不告诉别人。好了，快回去吧，一会儿依然该看到咱们在一起了。那少羽帅哥，你到了小王子的星球，一定要把我接过去哦。那你要记得想我，要给我通电话。好，想你，给你通电话。那我先回去了。好，少羽帅哥再见。依恋，让我抱抱你，来。好了，回去了。妈咪，乖乖的。